放学了后的臭豆腐，我规身看伊念伊捌规字。会记得咧读高中的时，上课拢爱上到下晡5点。放学了后，因为爱复习、写功课，阮定定几个朋友招招咧，同齐去附近的图书馆做伙读册。图书馆的后壁是一间土地公庙，庙边的树仔骹有一寡生理人咧摆摊卖豆花、鸡翅、公仔粿，种种的点心。迄个所在嘛变做阮食暗顿的好选择。尾暗啊，日头的光线照伫车路顶，金死死。其中有一档卖臭豆腐的，规条街仔拢闻会着伊的香味。近摆若看到人客拢排甲落落长，阮缀因的骹步，赶紧来排队。踮好好读规工的册，找到位了后，阮总算是会当放互轻松，坐落来好好啊开讲。无偌久，头家就打臭豆腐送来阮的面头前，迄个味是香讲讲，腹肚枵甲挡袂牢，猪举起来，随硬一块囥落喙内。豆腐食着润润，袂感觉油，愈食愈有味。纸盒仔内底阁有一寡泡菜甲鸡仔年。鸡仔年剥落去是甜甜，阁真脆脆。泡菜的滋味是酸甜啊酸甜，酸，若亲像高中迄当阵，一直有袂晓的数学，读袂了的册，逐工教功课走烧肉。甜是因为就算生活伫咧册堆当中，身躯边阁有一群朋友来陪伴，甲你照顾，阁有头家亲切的招呼，一块细细地的臭豆腐，煞食会着深深的人情味。自迄当时，我甲朋友就变做遐个老顾客。臭豆腐甲图书馆嘛变做阮高中3年无法度放煞的记忆。大学了后，大家出外读册，拢有家己的工课爱处理，敢若会当伫歇热、歇寒的时见一面。近摆若食臭豆腐，高中迄当时斗阵的画面，
就亲像一张搁一张的相片，豆豆仔为头壳浮出来。虽然阮有当时会因为小可代志来冤家，毋过就算是无欢喜，也是甲对方放伫心肝内上重要的所在。有因的帮赞甲扶持，我才会当伫迄段蒙雾的日子找找着家己。讲到这，对因的思念嘛，亲像咧食臭豆腐的时，味是愈补愈芳，喙内的思念嘛变做较袂着的所在。敢若望即马无生活斗阵的因，会当快乐。后摆搁见面的时，才把思念稳稳对因讲出嘴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